大家好啊！又嚟到我西貢阿希呢個頻道，今日介紹一間鄰近康湖居嘅地下單位，700尺，3房設計，3房，其中一間係多功能房咧，小寵物都可以嘅，係啦，一隻起2隻子啦，係啦，唔好太多。租金15000蚊，15000。呢間係多功能房嚟嘅，再望洗手間，雖然冇做乾濕分離，但係其實拉翻個簾都可以做到乾濕分離嗰個效果嘅。門口有個少少嘅空間可以用下，有興趣嘅朋友就聯絡我啦，多謝晒。